美国华盛顿特区啊，伫个总统的办公室附近发生一件枪案，两名国民兵咧巡逻的过程啊，去用开枪，性命有危险。即马开枪的人已经去用抓到。美国首先之区华盛顿特区发生枪击案，案发的地点离北京干那几条街，就像是两个国民兵。原警甲民众轮流甲因做急救，医疗直升机嘛赶到现场，将受伤的人送去病院。I heard the shots and I just hid behind the chairs over there. The two guardsmen shot and critically wounded in an apparent targeted attack while they were performing high-visibility patrols near the White House. 所以高能见到巡逻就是目标真明显，互人一看就知影讲，因是咧协助犯罪。所以讲凶嫌竟然做目标。 明明就是甲执法单位抢渡，代志发生后，凶嫌真紧就被抓到。Officials say the guardsmen engaged in gunfire with the suspect prior to being shot. At this point, we have no other suspect. It appears, like I said, to be a lone gunman that raised the firearm and ambushed these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Guard. 媒体初步了解，就是凶嫌是来自华盛顿州2001年为阿富汗来到美国，不过伫什么情形下来到美国，以及伊背后有什么渊源，爱搁调查。 8月10日，美国总统川普以华府是垃圾而且充满犯罪休体之地名义，命令2000名国民兵进驻华府。不过，联邦的法官伫这个月20裁定，川普伫华府部署国民兵行为是非法，限令21天内撤离。不过，伫这个期间，川普会当上诉。想要到伫这时发现国民兵互人开枪拍到川普，真生气，遂下令增派500国民兵驻守华府。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